就因為我哋喺美國翻嚟嗰班，即係我美國班朋友帶過嚟嘅，即係呢啲咧係屬於唔俾出口嘅。他帶過來要多久？我5月來不來得及。嗱呢啲係唔俾出口嘅，呢啲係偷運過嚟嘅。不會吧？哎呀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看一下，真是偷運過嚟的。大陸很多的，大陸很多，但是呢啲貨係美國、墨西哥嗰邊唔俾出口嘅，係走私過嚟嘅。哦，所以需要點時間，對不對？係，同埋咧呢啲一定要睇質素。對啊，我們這次來就專門要看一下我。沒有預料到可能需要時間，所以想說5月要的話，你需要咩貨？即係你需要咩貨，你哋要去講俾我哋聽。咁我哋去籌備，即係嗱呢啲貨報俾你聽。對，不瞞您說，其實在年前我們也進了一些，但是呢啲貨咧很差。哦，喺美國走私過嚟㗎。像呢啲叫石手魚。哦，美國嗰邊咧就叫做石手魚。嗱，美國叫石手魚啦。對。嗱，就係嗰啲我哋香港人咧就叫做金錢米，有公有乸。最貴嘅咧就500萬一隻。有多大？給你看看。